歐美聯軍向利比亞展開空襲，發射咗超過110枚巡航導彈，係自伊拉克戰爭以嚟最大規模嘅國際軍事行動。利比亞傳媒就話有最少48人死亡，100幾人受傷。領袖卡達菲話行動唔合理，會抵抗到底。金以文報道。美國驅逐艦巴里號聯同英國嘅戰艦同埋潛艇發射112枚戰斧巡航導彈，攻擊利比亞沿岸20多個目標。首都的黎波里不斷傳出炮彈聲同埋槍聲。利比亞軍方話，的黎波里郊區同埋東部城市米蘇拉塔等地有多個軍事同埋民用目標被襲。一個流亡海外嘅利比亞反對派組織指，空襲目標包括利比亞空軍喺的黎波里東部嘅總部，以及米蘇拉塔嘅航空學院。空襲行動喺美、英、法等國喺巴黎召開緊急會議之後展開，由20架法國戰機拉開序幕。法軍集中喺反對派大本營班加西行動，先後進行咗4次行動，摧毀咗幾架政府軍嘅裝甲車，而美軍就主力喺利比亞嘅西部。美國國防部表示，空襲嘅目的係阻止政府軍進一步攻擊反對派同埋平民，以及癱瘓利比亞空軍嘅能力，等聯合國可以喺利比亞上空實施禁飛區。但係目前評估空襲嘅成效有幾大係言之尚早。有美軍高層官員就相信，利比亞空軍嘅能力已經遭受到重創。利比亞嘅國營電視台就播出被指係喺空襲中受傷嘅平民片段，報道指有大量平民受傷，大部分都係細路仔。領袖卡達菲打電話去電視台，批評西方國家嘅行動無理，警告咁做只會令到地中海同北非地區陷入危機，平民百姓更加危險。佢話利比亞會抵抗到底。空襲之後，卡達菲已經立即派戰機、坦克同埋士兵到班加西增援。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話，西方國家都唔想動武。We cannot stand idly by when a tyrant tells his people that there will be no mercy, and his forces step up their assaults on cities like Benghazi and Misrata. 奧巴馬強調，美國係唔會派地面部隊到利比亞。中國同俄羅斯對西方嘅軍事行動表示遺憾。卡達菲早前答應會停火，但係其後違反承諾，猛烈攻擊班加西。反對派聲稱仍然控制住當地，並搶走政府軍最少4部坦克。歐寬頻電視記者金以文報道。